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5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耶利米書50章17節到20節，約翰福音第10章31節到42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上帝的工作。上帝呼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的原因，是因為上帝知以色列人受到奴隸的痛苦，並且又聽見因的哀叫，所以上帝講伊落來是要來拯救因。但是就佇埃及的以色列人因的眼光來看，迄個帶因出來嘅是摩西，迄個予紅海來分開的是摩西手所提的竿仔。上帝只不過是摩西喙中的一個傳說，這就好像親像非基督徒甲無道友同款，因比較較會當接受迄個看會到的證據。親像咱昨講到彼得幫贊到一位叫做以尼亞的人，但是彼得真特別清楚來甲伊講，以尼亞。耶穌基督甲你的腳，甲你醫好啊，起來整理家己的面床。人的目睭所看到的是人的工作，但是實際上是上帝的工作，是耶穌基督的救恩。耶利米書50章17節到20節，先知有言啦吼，以色列是予西趕散的羊。大先予亞述的王來吞吃，後來予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迄斷骨頭哈。所以上主萬軍的統帥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講：看咧，我要刑罰巴比倫王甲伊的國，親像我刑罰亞述王同款。我要帶以色列倒轉來家己的草埔，因要佇加密甲巴山食草，擱佇以法蓮山區甲基列地區享受遐所出產的五穀。佇迄日，佇迄時，以色列的罪過查攏無，猶大的罪過嘛找無。因為我要赦免我留落來的子民，上主安尼宣布啊！上主要赦免遐個存留落來的以色列人，因為伊的恩典甲慈愛。耶穌基督降世是要為着享受救恩，伊的工作其實就是上帝所差遣的，所吩咐伊做的代志。雖然安尼，遐個無明白的猶太人卻認為耶穌基督是咧褻瀆上帝。耶穌基督甲這個猶太人的對話記載佇約翰福音10章31節到42節。猶太人閣提石頭要甲伊釘，耶穌對因講：爸有叫我做真濟的好代志，我攏有做互恁看。恁是為着倒一項要用石頭甲我釘？猶太人因講：阮要用石頭甲你釘，是因為毋是因為你做的好代志，是因為你褻瀆上帝。你不過是人妖故自稱上帝。耶穌講：恁的律法敢毋是有記載？我講恁是神。聖經的話永遠袂改變。既然上帝稱呼遐個接受上帝的話的人做神，安尼我的爸分別做神，佮差遣人入世間的是安怎？我講我是上帝的囝，恁講我是褻瀆上帝。我若毋是在做我的爸的代志，恁毋免信我。我若在做爸的代志，雖然恁毋信我，嘛着信我所做的代志，通互恁確實知爸佇我的內面，我佇爸的內面。
因阁想要害甲伊掠，伊就脱出因的手离开。耶稣阁过去约旦河对岸，到较早约翰甲人洗礼的所在，踮伫遐。有真侪人来见耶稣讲，虽然约翰无行神迹，伊所讲一切关系即个人的代志，拢确实。伫遐有真侪人信耶稣。记录耶稣明白来讲，伊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工作，但是因为世间人无愿意相信，无愿意接受。不但得袂到救恩，阁是因为自我的固执，所以拒绝相信，拒绝救恩。诗篇100篇，全地啊，着对上主欢呼，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，着唱俄乐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，着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于伊。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，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，着用颂赞入去伊的城，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，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，伊的信实透到万代。恳求上帝，互阮明白救恩是对天顶来。求上帝显明你的恩典，互阮相信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